OK，歡迎嚟到我哋第二條片啦。咁呢條片咧，主要會講一講一個好重要關於 Euler number 嘅展開式，叫做 exponential series。嗱，咁呢一樣嘢咧嘅證明咧，我唔會喺呢度證明嘅，亦都唔喺我哋 syllabus 裏面嘅。OK，但係如果你有興趣知嘅話，我哋遲啲學完微積分之後咧，我再解釋你聽。OK，但係你當係一個 fact 先。E 嘅一次方，咁你撳計數機知道啊，如果係用 compound interest 嘅概念嚟諗，大約就係俾1蚊佢。然後就計攞翻2.718啦，OK，咁所以用 compound interest 嘅概念咧，E 嘅數值大約係2.7182818啦，OK，但係其實咧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嘅展開式，咁咧 E 嘅一次方可以寫到做1加1 over 1嘅 factorial 加1 over 2嘅 factorial 加1 over 3嘅 factorial，呢個1喺邊度咧？就係我哋嘅 power 嚟嘅。OK，咁咧，如果你想睇清楚啲咧，其實睇 x 會方便啲嘅。E 嘅 x 次方啦，可以寫到做 OK。其實如果你想寫靚啲咧，其實應該係 x 嘅0次方 over 0 fact 加 x 嘅1次方 over 1 fact 加 x 2次方 over 2 fact 加 x 3次方 over 3 fact 加到無限嘅。OK， 係加到無限啦 ，never end 呀，永永遠遠阿門呀。OK， 不過 x 嘅0次方即係1嚟嘅，0嘅 factorial 亦都係1，咁所以1 over 1咧，我哋最尾就會寫1加，跟住出現第一個 x over 1 fact，出現兩個 x over 2 fact，出現三個 x over 3 fact，就係咁樣嚟噶啦條式。OK， 咁所以咧再 general 啲咧，你睇下呢個雞 formula OK， 咁雞 formula 即係咩意思咧？OK，E 嘅雞次方啦，咁點樣嚟咧？就係一開始未有雞出現嘅，咁所以咧就咁得 E 雞嘅0次方 over 0 fact，即係1啦，加出現第一隻雞啦，雞嘅1次方 over 1 fact，跟住出現兩隻雞啦，雞嘅2次方 over 2 fact，跟住加雞嘅3次方 over 3 fact，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。OK， 呢一個請你要背咗佢，你有14個鐘頭嘅時間去背啊 ，OK， 去咗搭飛機嘅同學咧14個鐘頭要背，而家同我背咗佢 ，OK， 雞一開始冇雞，跟住出現第一隻雞 over 1 fact，第二隻雞 over 2 fact，第三隻雞 over 3 fact，OK， 好啦，咁呢一樣嘢點樣用落去咧？咁所以咧望一望下面咯，如果我要你炸開呢個 expansion as far as the term in x square 去到 x square 嘅時候，我哋一齊嚟試下炸一炸 E 嘅 x 次方，一開始冇雞嘅，加第一隻雞 over 1 fact，加第二隻雞 over 2 fact，加到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。所以其實炸開咗之後會1加 x 加 x square over 2，加到無限。OK， 咁 B 啦 ，E 嘅 2x 咁點做啊？咁就所以嚟咯，用翻雞 formula 啦。OK， 一開始冇雞嘅，出現第一隻雞，今次我哋隻雞係 2x over 1 fact，加隻雞出現兩次 ，2x 出現咗兩次 over 2 fact，加到 the end of the world， 咁所以會係1加 2x 加 4x square over 2，所以會係 2x 嘅 whole square， 2x 嘅 square 加到 the end of the world 啦。去到 part C 1 over E2x。OK， 嗱，請你唔好做以下呢一樣嘢啊，自己寫個服字俾自己。OK， 我見到 E 嘅 2x 喺下面啊，咁我就不如炸開佢啦。當你炸開咗佢之後，就會變咗1加 2x over 1 fact 加 2x square over 2 fact 加 2x 3次方 over 3 fact 加到 the end of the world。你係做緊，你係咪炸到喺 x square term 啊？Sorry 啊，你所有嘢擺晒喺分母，佢唔係 x square term 嚟噶。OK， 你係做緊個咩咧？1 over 無限個 term 嘅除法，咁就出事啦，炸唔到噶，除唔到噶，得唔得啊？咁所以千祈唔好炸開個分母。OK， 炸開個分母，你會係1除以1嚿無限個 term 嘅除法。咁但係你都係出現唔到 x square term 噶，得唔得？咁點算好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喺炸開分母之前，你需要做一件事 ，E 嘅2x 分之一即係 E 嘅負2x 次方，得唔得？將佢轉做 negative power。咁呢一嚿嘢用翻雞 formula，今次隻雞係負2x啊，一開始冇雞啦，然後第一隻雞出現負2x over 1 fact，
加負 2x whole square over 2 加 the end of the world， 所以會係1減 2x 加 2x square 減或者加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啦，得唔得？所以記住要拆唔好拆分母，不要拆分母。OK， 阿媽唔拆得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到最後咯，Part D。OK， 我做多條 example， 跟住就交個時間俾你啦。E 嘅 x 加 x square 次方，咁今次我哋隻雞核突啲，叫 x 加 x square， 但係照用翻 chicken formula， 一開始冇雞，出現第一隻雞 ，OK， 再出現第二隻雞 x 加 x square square over 2，寫唔寫多個 term 好啊？試下寫呢嚿嘢拆開咗，最細嗰個 term 係 power 幾？咪 x 嘅3次方咯，係咪啊？但係我要嘅只係去到 x square 啫嘛，所以 x 3次方寫唔寫啊？唔寫啦 ，stop 啦，停喺呢度啦，因為呢一嚿嘢最少都3次方，咁所以我哋唔使再寫啦。OK， 咁跟住我哋要做嘅嘢就係將佢拆開啦，咁所以就為1加 x 加 x square 加分子 x square 加2ab 2乘 x 乘 x square 就會係 x cube 再加 x 4次成嚿嘢 over 2，所以會係1加 x 加 x square 加拆開個分母1/2 x square， 後面嗰扎嘢全部唔鬼使要啦，我要2次方啫嘛，所以加點點點，最後拆完之後1加 x 加3 over 2x square 加點點點收工。OK， 咁 chicken formula 就係咁樣用嘅啫。咁呢度有幾條題目，試一試佢，幫我做一做第2條得啦。第1條太簡單了。OK， 你可以 pause 咗條片，炸到去 x 3次啊！試下 pause 咗條片自己做，做完之後同我一齊對答案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 B part 咧 E 嘅 x over 2要炸到 x cube， 所以我哋嚟咯。一開始冇雞啦，出現第一隻雞 over 1 fat， 第二隻雞 over 2 fat。OK， 都未出現 x cube 啊，咁所以第三隻雞 over 3 fat 出現 x cube 啦。下一個 term 會係 x fourth， 所以唔使理佢。咁前面啦，1 fat 即係1啦，所以1加 x over 2啦。第二嚿嘢你可以寫到做1 over 2乘翻個分母 x square over 4。好啦，呢一度咧亦都可以寫到做 x cube over 8除以3 fat， 即係乘翻1 over 3 fat， 即係1 over 6，所以再加點點點，因此最後會係1加 x over 2加 x square over 8加 x cube over 48，再加點點點，呢條做完啦。好，下一條 E 嘅負 x， 今次隻雞係負 x 啊。OK， 咁所以咧呢一嚿嘢就會轉到做1加第一隻雞負 x 加over 1 fat 加負 x 嘅 square over 2 fat 加負 x 嘅3次方 over 3 fat，in which 1減 x 加 x square over 2再減 x cube over 6，寫翻靚佢1減 x 加1/2 x square 加點點點啊 ，sorry。減1 over 6 x 3次加點點點，咁呢個就係我哋呢兩條嘅 expansion 啦。OK， 嗱呢條片咧，我哋學識咗點樣去做呢一個exponential series 嘅展開。OK， 識得將 E 嘅雞炸開佢。咁下一條片我哋會講咩咧？我哋就係會講 exponential series 同埋 binomial expansion 溝埋一齊嘅時候，咁點樣去執翻啲 terms 出嚟啦 ？OK， 咁即係溫習我哋 binomial expansion 嘅技巧。呢條片嚟到呢度，下一條片繼續。